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：“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，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作为夫。为天为大，为大啊！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”一天补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平服乱其所为。所以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情，生日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。大道无名，彰享万物，不知其名。讲名曰道。心静心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永能与神性是于灵可知的，实体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有得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1章第20节，我们要如何让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。在我们生活经验中，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，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生死有命。